去咗邊啊？去手足情深咯。過分嚇！去手足情深都唔預我？即刻同你去冇班數。一 pair 嚟按摩，獨立電視睇波睇劇都做得到。手足情深分店又多，要按摩我揀手足情深。古寶活腦素增強腦活力，同系列古寶活潑靈令小朋友精靈啲，學習輕鬆啲。屈臣氏及藥房總商會會員藥房有售。要身體好，即刻開始操 fit 啲。但係帶氧運動要做幾耐呢？練瑜伽又要注意咩呢？即刻嚟 Waterfall 參加健身計劃，享受免費嘅 One-to-One 專業教練指導。Waterfall fit 你體格 ，fit 你性格。查詢熱線22714001。無論係工傷、交通意外，又或者其他疏忽造成嘅意外，香港意外傷亡權益會幫你爭取更好權益。真係好彩有你哋嘅專人幫我跟進意外之後嘅各種問題。香港意外傷亡權益會服務熱線215881111。明星啲嘢好食得嚟，真係好平㗎喎。陳太啊，你結婚嗰陣喺邊度擺酒㗎？咪明星咯，明星啲禮堂真係好舒適寬敞，佢哋仲有嘉年華、彩蓮華同埋優雅添，分店遍佈全港九。韓國人參修護滋養乾旱問題秀髮，漢方天麻手污固髮育髮去頭風，日本碳粒子清爽去頭皮，令秀髮健康。黑芝麻生薑烏亮滋潤秀髮，有助舒緩頭風。Naomi 優質健康生活。環保袋王已經躍升為環保袋王集團，更具效率生產，規模企業化。作為環保先驅，我哋不斷努力走到最前。環保袋王集團熱線82089220，網址 recycleback.net。天氣轉涼，容易咳嗽痰多，百元堂蟲草川貝露清咽潤喉，化痰止咳，特別有效。從事專業美容行業，最緊要第一時間掌握市場動態，全球各地嘅最新產品、技術同儀器，樣樣都要知。仲有國內嘅發展機會、國際行業資訊、同事嘅培訓、專業進修等，知少啲、支持啲都好蝕底㗎。我成日都睇 Beauty Pro 姊妹專業美容月刊，靠晒佢㗎。Beauty Pro 姊妹專業美容係我哋嘅最佳拍檔。深圳新時代酒店 Miu Bar，設備完善，潮人演藝，氣派十足，仲有豪華卡拉 OK 包房。新的酒吧，新的風格。澳洲半攻讀課程，完成食品製作商業文憑，即可投身人才缺乏行業。AAS 熱線23233287，網址 aas.com.hk。為慶祝保心安遊100週年，4月12號於尖沙咀文化中心舉行保心安百年送暖金曲夜演唱會，由胡美儀、葉振棠聯同多位紅星傾力獻唱，特別邀請女山友情演出。保心安百年送暖金曲夜演唱會由保心安藥廠呈現。回收各種正版 CD、影碟、黑膠碟、明星寫真集或精品，不論新舊，歡迎買賣及查詢。上門收集，價錢公道，經濟得益又環保。音樂堡壘回收熱線35918910。摩登號設計好生活，醫療濕疹大突破，有濕疹、頭皮痕癢、香港腳主扶手，好在有全中藥成分浸洗皮膚嘅濕疹清，幫你徹底解決病患困擾。萬寧、屈臣氏及各大藥房有售，總代理北京同仁堂。儲存液迷你倉集分行遍佈港九新界，全日冷氣抽濕，智能保安。儲存液係你升級之船，開倉熱線82020811。唔想原地踏步，就要向前行呢一步。景鴻顧問幫你度身訂造移民計劃，尋求最理想角度。加拿大夢想之都，澳洲舒適休閒，香港東方之珠，澳門發展無限，保證申請成功，否則原銀奉還。關心你前景，協助你宏圖大展。查詢電話：廣州86689148，深圳82463844，香港23691844。景鴻顧問移民權威。宣傳儀23443699零速傳播，無線電視國內廣告客戶查詢020388656629，廣州索引廣告傳播。